好，咱们再来一段时间。下边看第4句。코미켜니， 这是女性的我的自称。코모，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呢？신도양 미도대， 신도양 미도대， 非常的不漂亮。你看这个非常呢，它比那个信度呢又加了个阳，就是更强调，那就是实在是不好看，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看，就是阳又是又嘛，再加深一层，这表示个语气的意思。괜히 신도양 쌍와시나， 괜히 신도양 쌍와시나， 您呢非常的好的一个人，那就是这样的话，既然这样说，我的丈夫呢是非常的难看，您呢又是非常的这个质量好，实际上就是漂亮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种，既然是这种状况，치달 코미에켜， 치달就是怎么怎样怎么会，如何，就是这么一种问，如何怎样怎么样，什么样，就是反正这一类的。怎样？你看那个大日不是像什么样吗？你要是铁大日就是像那样，这起大日起就是什么和像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然后他这省略了一个，最后省略了个引，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他省略了一个那个动词，他就省略了一个判断动词。怎么？你要直接读就是怎么会我的丈夫？实际上说怎么会是我的丈夫？这个故事不知道了。你像那个咱们讲的那个故事是他的老婆不好看，然后回去了他老婆变好看了，他问他说这个我的老婆很丑，你呢这么漂亮，你怎么能会是我的老婆呢？这儿呢这是另一个故事了，说丈夫，说我的丈夫非常不好看，您呢是非常的这个漂亮，您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这意思是一样的，用了2个信度阳，就是非常强调，就是说他这个强调就是对比，这个我的丈夫呢是非常的好，您又是非常的好，他是为了加强这个对比效果，他就信度不够还加个阳，所以这个语法很简单。这个包含的意思是那个独比这个桑瓦呀窄，独只是说他长得难看不漂亮，这个桑瓦呀包含的多，包含就是说那个人体格又好，那个对什么都好，他对人说嘛就比较客气，就是您这哪儿都好哈，我怎么会是我丈夫呢？桑瓦的本意是质量好，那个质量就包含那个长得什么道德品德和反正看着哪儿都好吧，就是有点恭维化的意思。你要是光说这个人漂亮，你要是当然古代人都比较直了，你要现代人你要光说你这人够漂亮的还有点骂人的意思了，是不是啊？就是你光漂亮是吧？所以这个说话艺术咱们来读一读啊。코미켜니 신도양 미도대 괜히 신도양 쌍와시나 치달 코미켜
下边又是一个语法现象，换了一样，都是程度副词，但是换了另一套，就是它这个跟前边呢就是程度，非常啊什么，下边这个呢是个范围，你看啊 ，number， 这个它是十分跟前边那个很相像，但是呢它是完全，就是完整，不是一部分，它那个意思，就是完全彻底，表示一个范围。前头那个是表示程度，就是你比如好呢有初级的好，一般的好，比较好，最好，它是个程度。这个呢它是范围，就是完全，就好像你少了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是大部分，然后这个呢就是 number 就是全部，就是完全，它有点这个不一样。下边再看捏弯，也是它这个十分呢也是有范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捏弯是近的意思，远近的近，近就是近于非常近，都快成了它了，那就成了它了就成了十分了，就完全是它了，就是接近于它这个意思。所以也是程度，也是这个程度副词，但是它这个程度呢好像有点范围的意思，就是我有一半像你，那个人呢大部分都像你，我呢完全像你，也完全接近你，接近于他，有这个意思。庸俗，就是完全，这完全就是一个这个范围性质的，就是完全没有一点不是，完完全全都达到了。开半度，这个也是很常用的，叫特别。这个特别呢有十分完全的意思，就是特别嘛，就是十分完全。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特别，就是特殊，突出，殊胜，跟别人不一样，它有这个意思。这个开半度有特别的意思。它是沁度，刚才句子出现，不是句子出现了，前头那个也出现过，就是到边儿，到底儿，就是到了边了，走到边了，再没有了，走完了，这就是彻底了，到底儿了，到边上了，到边际了，彻底了。所以这个呢，都是表示好像范围上就是完全这个达到了。好，咱们来看啊，用这些做状语修饰动词，位于中心词之前，表动作程度上的完全彻底。它强调完全，就是不缺，不缺少，彻底，就到边了。不是说我还剩10%或5%还没到啊，我大部分都达到了，是完全达到了，彻底达到了，一点不剩，强调这个意思。咱们来看具体的这个例子啊，跟前边那个程度稍有区别。罗塞瑞崩腿，罗是心一时了，智慧啊，智慧。塞是明显，形容词呢就是明摆的，这个清清楚楚的，很显著的，也可以说是明显的，它基本意思就是明显的，说智慧明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智慧啊非常显著，非常明白啊，就是他智慧非常高，非常，这就是显著的意思了。智慧显著，智慧高就是，下边译聪明，这就译的比较平常了。李崩就是咱们说的山驴，就是这个兔子，山上的驴就是兔子，山上的大耳朵。那个山上的兔子，那个聪明的山上的兔子，这个已经出现几次了。说他聪明的兔子有一回把那个兽王狮子给杀了，这回看啊，这个聪明的兔子又干什么了呢？鱼来南边跌落，
于是战争、军事，战争、军事，主要意思是战争，然后也可以用在军事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打场，就是那个麦子熟了，压一块平地，把那个麦子拉过去，用6轴压了，打场，场地的场，打场。这个主要意思就是战争。于类，这个依战争，从战争中，这个怎么样呢？那巴尔给了，给是战胜、胜利，给包嘛就是胜利者，给是胜利。说这个兔子呀，从战争中这个胜利了，胜利还要加个什么呢？那巴日就是完全的胜利了，就是并不是说两败俱伤，打得筋疲力尽，最后呢他就是勉强获胜或者险胜，不是，是很有把握的，这个没有一点这个就是疑义的，完全的胜利了，还获得全胜，就是这意思，表示一个范围程度。什么事儿咱们就不管它了啊，就是语法很简单，南巴日表示完全的，范围上就是全胜，大获全胜啊。咱们来读一读。罗塞里崩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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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来南巴日给了，于来南巴尔给了，于来南巴尔给了，于来南巴尔给了。下边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是圣义，咱们不是讲过那个叫世俗地、圣义地，坦巴就是真实、真正，这个也叫圣义。如果做这个讲人，就是圣者。如果讲人就是圣者，他的本意是真实、正确，这个圣义，就是那就是那个不是咱们这个见的虚妄相了，那是真实啊。圣义，它一般就是就是那个圣义地的圣义，如果指人呢，就是正道圣义的人，就是圣人、圣人。然后涅瓦尔就是那个完全的。十分的，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希瓦了，希瓦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这个名词，就是也是个动词。希瓦如果做动词是静止、平息，做这个动词就是什么东西呢？把它平息下来，比如说平息叛乱，平息风浪，使它静止，这是动词的意思。名词就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平静啊，它还有一个就是涅槃，涅槃就用希望，涅槃叫寂灭嘛，寂灭就是把一切躁动不安、一切烦恼、一切什么玩意儿都给它平息了，都消灭了，没有烦恼了，就是涅槃，平静平息就是涅槃。这个地方用也不是用动词，也不是用这个名词，是用的什么形容词？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把一切都平息了之后啊，它的意思就是叫温和、温和、柔和，你就记温和就行了。希望就是温和的意思。对，就是其实它最本意是静之平息、平静，然后这个咱们佛教不是光佛教了，外道也是拿它就当这个涅槃，就是什么都平静了，因为没有这个贪嗔痴什么这些烦恼躁动，那就是涅槃嘛，灭苦为涅槃嘛，苦灭了都平息了，很安静，这就是涅槃。然后形容词就是温和，这个涅瓦尔就是表示完全温和的。十分温和的圣者，就是说圣者又不贪嗔痴，又不被外境所动，所以呢，
他就是那个性情非常温和，非常平静，非常温和的这种圣人。喇，在他那里，这个喇是这个余格了，在这个圣人这里，在圣人那里有什么东西？看有什么东西呢？是戳瓦尔且古卡拉约，戳瓦尔且古卡拉约，戳瓦尔且古卡拉约。戳瓦尔且古卡拉约。如果直接读古就少了那个嘎，应该是嘎乌啾啾啾，啾啾，不是直接歌舞，歌舞古就少了嘎，啾啾啾啾，且啾且啾，戳瓦就是贪嗔痴的嗔，愤怒，就是那个嗔，戳瓦，就是贪嗔痴的嗔，愤怒。愤恨，恰是那个做的未来时了，也可以做事情工作来理解。恰就是所做，所做就是事情啊，工作呀，未来时不是表所吗？所以这个恰本身就是有事情工作的意思。你做了什么所做的事儿？比如是基本含义是材料、原料。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原因，这是它两个主要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事物、财物。原料、原因是它的最基本意思。还有时候指事物、财物，就是事物呢，就是一切东西了。所以这两个呢都有事情的意思，所以合起来还是一个事情的意思。就是且古就是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事情、工作，还有一个意思是方法、措施。你可以记两个，一个事情，一个方法。且古，这是单独的解词跟那个这俩合起来的意思。然后后边卡拉就按照这个字面理解，卡是什么和喇在什么这个在哪里有，就是哪里在哪里有，跟汉语里头那个哪里就卡拉就是在哪里嘛，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有，在哪里有，实际上就是哪里有就是没有，哪里会有，哪里有愤怒这回事儿呢？哪里有愤怒的事情呢？就是说，已经证到圣地的这个圣者呀，他是非常这个平静的，非常温和的。他那里哪里会有愤怒呢？语法上就是那个涅瓦尔，就是完全心情啊，完全平静，完全平和，完全温和，没有一点杂质。所以你用什么东西你都挑不起他的愤怒，根本没那个反应。没有我了嘛？没有我，你在那跳，他只是可怜你。你看这傻小子啊，不懂佛法，在那贪嗔痴，他只是可怜你，想办法怎么度你，他根本就不会生起什么贪嗔呐，什么生起愤怒，说描写圣者境界，咱们来读一读啊。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戳瓦尔且古卡拉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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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且古，戳瓦尔且古卡拉约，戳瓦尔且古卡拉约。在十分温和的圣者那里，哪里会有愤怒这回事呢？这也是学习佛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再来一句，是注意啊，发然后后边加个把口一闭，不给囊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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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什么呢？很简单，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沟。字典上叫沟壕坑堑，不用记后边，什么壕啊、坑啊、堑呐记个坑也可以，因为有时候这沟跟坑的概念不一样，沟是一长溜沟，那个坑呢就是一个坑，沟坑记这两个就行了。那壕啊、堑啊都是沟的意思。沟的里面，在沟的里面，然后呢举独呗庸俗扛哦，举独呗庸俗扛哦，举是蛇，独吧是毒，就是两个卡中间加个图是毒，就是剧毒的、有毒的，那就是合起来就是毒蛇。被毒蛇、有毒蛇加句格就是用毒蛇，用毒蛇干什么呢？扛，填满了，扛就是填满嘛，充满。庸俗扛是完全充满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你要是说沟呢，如果要比如说沟底儿都爬满了蛇，你也可以说沟里头都是蛇啊。它这个就是庸俗，那就是表示不是那个说沟底儿都有了，那蛇落蛇把沟都完全填满了，那整个沟里头都是蛇。当然不见得非填的平了眼儿啊，那意思就是这个程度非常的可怕。你看他翻的叫挤满了蛇，这个掌握的很好，所以它就是表示个程度，就是空间程度上完全就是没有一点剩余，这是理论意义上的。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个程度非常满。好，读一遍啊。我给囊呢，我读的没读出来过来啊。我囊呢，举独呗庸俗扛哦，举独呗庸俗扛哦。好，翻过来。翻过来这个呢，咱们前都学过，而且他这还丢了一个字，咱们就读一下先啊。来谢七八塔来讲，来谢七八塔来讲，开巴南尼庸俗人，开巴南尼庸俗人。没有你就加，我读了就肯定是你没有这个少一个音节，对吧？这格言萨迦格言不可能弄得少一个字，没有一个字它也硬要加一个字，你加一个给也行，开巴那么给哈也行，那么你反正你得加一个。我听着周老师好像读的是你，那个无所谓了，反正你知道你好加你就加个你就算了。这个咱们学过是吧？叫雷谢是好话是吧？就是格言。启巴就是儿童，还有一个是愚者，就是弱智的意思。儿童什么意思啊？就是智力未开发，就是弱智嘛。他所以就有引申出愚者来，儿童跟愚者。这地方就不是愚者，就是指儿童。他是复数，从孩子们那里出来的格言也怎么样呢？智者们呢也是完全接受的，就是说格言即使是从孩子们嘴里头说出来的，智者听了之后，只要他说的有道理，那也是恭恭敬敬的来接受的。咱们学过就不再说了。这儿的语法意义就是他那个庸俗人，就是说是完全接受，不是说孩子们说的话接受一点就行了，那就是自己愚蠢了。就是孩子们说的话说的是真理，很有启发，那也是完全接受的，不管是谁说的。我们佛法也讲这个，佛法呢罗刹魔鬼说出来的符合佛法，那我们也是欢喜信受，也是这个我们信的是真理嘛，依法不依人嘛。好，再读一遍。来谢七八塔来讲，来谢七八塔来讲，来谢七八塔来讲，来谢七八塔
开巴南米永素人，开巴南米永素人，开巴南米永素人。开巴南米永素人。你比如说这句吧，大家就学的省劲儿。为什么省劲儿呢？仅仅是因为我们前边读过学过，所以就是你现在的句子下边一个就觉得生呢，你读学过了，下回读它就熟，一回生2回熟，3回4回，慢慢，哎，就很平常了。所以呢，要这个多读。咱们来读下边这个啊，叫给包那么这送赞给最毛，给包那么这送赞给最毛，给包那么这送赞给最毛。给包那么这送赞给最毛。国王后边是国王的名字，国王的名字叫那么这送赞，他的尊毛，尊巴是尊者、长者，就是这个很尊重的人吧。尊毛就是女的这个女主人，王妃，就是这一类的啊。说国王那么这松赞的王妃，他的这个这下边就是王妃。君巴嘛就是尊者，君就跟那个尊者的尊不是挺像吗？也可以君巴君包，就是尊者，尊猫就是女的尊者。这地方凡夫了就不是尊者了，就是这个受尊重的人。nam ri nam 是那个天空，ri 是山，松是拉直了，是一个这个动词，拉直了，松就是拉直，赞就是这个严厉、厉害，这个结实，严密，咱们学过这个词儿，反正都是一些好词儿了。就是说，你看什么天空啦、大山啦、正直啦、严厉啦啊，这个都是这个这个起名字没什么道理啊，说一下意思。这个国王是叫南美瑞松赞呢，他的王妃怎么了呢？后边啊，塞开巴尔都帕巴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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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是那个儿子的敬语，也就是王子了，这个国王的儿子嘛。开巴尔都就是特别的。非就是那个就记住特别的就行了。帕巴就是咱们说过，它是本意是跳跃，就是那个跳跃，引申出来意思就是殊胜，就是那个胜人一筹。如果要是用名词，就是胜者，名词帕巴就是胜者，这个形容词就是高一级，那个殊胜。这个，反正就是比别人高一等，好吧。记就是不定语代词。塞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边跟形容词，形容词前头还有一个这个副词来形容这个形容词。形容词说帕巴殊胜，就是这个儿子非常殊胜。殊胜呢，当然指的刚生下来可能是形象殊胜啊，这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什么非常有福相。然后呢，生下来又有一些异象，什么放光啦、彩云啦，然后有的呢又会说话啦，又什么，反正就是各方面殊胜。然后呢，这殊胜还要加个开巴尔都，就是特别的殊胜，那就是就是不像一般的就光有点瑞相了，那就是还有很多了，就是非常殊胜。记这么一个王子，形容这个王子。然后呢，美貌。朗给罗了，美貌朗给罗了，美貌朗给罗了，美貌朗给罗了。倒着看，拉是在什么里，罗是年，在某一年里，就是在某一年，哪一年呢？给的什么年呢？是美貌朗，美是火。猫是女性的那个形容词尾，狼是牛。它这个咱们说过，这个藏族的这个年也是用这个金木水火土跟那个12属相呢，也是配合了一个叫
就跟咱们的那个甲，甲乙丙丁是甲，然后跟地支天干地支一配合，60年一轮儿，对对对，它也是这样配合。它配合呢，它那个12生穴呢，跟咱们地支是一样多，也是12。它那个金木水火土呢，它是金木水火土5个呢，它分一个阴一个阳，结果就变成10个了。就是火呢，有一个阴火，有一个阳火，先阳后阴，是吧？这儿呢，火就成了阴火了。你看美猫，美猫是女性，是阴的，这就是阴火。所以呢，它5个金木水火土，一阴一阳，正好10个，10个跟12个一配，跟咱们汉人的那个61轮一样。它这儿就是什么阴火牛年，火牛年是阴火牛年，你看下边译的是阴火牛年，这个王妃呢，在阴火牛年，就好像咱们说在这个什么甲戌年啊，什么这个在某一年，怎么着呢？注意看后边，破章遣八，名九零度。破章遣八，名九零度。破章是宫殿，遣八咱们熟悉了，哈哈，慈悲的，就是慈悲的，就是一个形容词。泯丢就是不是，不形成，不会。linh就是本意是洲，就是岛，就是海里头的一个岛，湖里头的一个岛，也叫洲，洲也是岛的意思嘛，什么什么洲，就是周围都是水，中间是陆地，洲岛。在这儿，这个咱们佛教呢，经常就把它作为寺院、寺庙的那个，就寺院就叫灵，什么灵，这个咱们去慈福寺就是强悲灵，慈福寺，就是你看这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灵，这就是一宫殿的名字。当然，这个宫殿的名字不太理解啊，叫强悲敏九灵。他这个得那个问专家了，回头问问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这个是名字什么意思。他这个翻译呢，他就翻译这个叫那个什么叫音译是吧？你看强八名居林，完全是音译。咱们以后注意翻译啊，翻译注意，翻译不要用这种让人们以为你可能误解为是意义的字。你比如说他这个用的吧，名居林，这个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意义，因为他这个话很有意味名居林很好听，不要用这种会让人以为这个宫就叫民居林，那个会引起误解。所以你看那个原来咱们古人这个就是翻译那个外国人名字翻译的就很好。比如他叫理查德他用道理的理，他不用那个木子李，这就很有道理。你如果用木子李，人们就以为那个人姓李，你用理查德的人就知道这是译音，因为中国字没有李这个姓，所以呢，咱们以后翻译也要注意，防止这个书翻译的不太好。这个书经常搞这种，就是把音他故意找几个那个有好像是意义的字儿，这样容易被人那个就理解成意义，就混淆了。就是一定要用的那个字让人一看很生疏，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译音。这个迷就是不是的意思，如果是人呢？人也要不说现在就不能确定嘛。生成这个慈悲人的思维。对，这就能讲通。对，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因为起名字这个事儿还跟那个说话不一样。说话你说我这么理解，这个名字有时候不由你理解，我就起这个名，我就这个意思。他有时候就那个就是名字必须得问那个就是问那个就是他真正知道的人，名字有时候不能猜。所以他翻译的时候，你看他翻译他就也不涉及这个问题，他也不管你什么意思，他就把那个译音译过来就完了。
这样不好。咱们译的时候以后啊，也是以意义为主，直接把意思译过来，尽量少用音译。像这个名字啊，像寺庙的名字一般都是有意义的，就用意义哈。你要人名有时候用那个音译还可以。人名用音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什么语里头都能一听就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好，最后是都是在这个宫殿里，在这个宫殿里发生什么事呢？孤荡，孤荡，孤是身的敬语，荡就是降生，就是生出来。这个藏文里头很多动词啊是不变的，就是未过什么命，没有那一套，就是这么一个词儿就不变。也可以说有都一样，话都一样，很多动词都是这样的。像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就是不变的，就是专门而且意思很少，就是降生的时候用，荡。降生了一个身体，就是就是降生，就这么意思，降生了一个生命。这个整个意思就明白了。说那个国王的王妃呢，在阴火牛年，在这个强巴敏鸠领都破章，在这个宫殿里头生了一个非常殊胜的王子，大概意思就出来了。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他用了一个开巴尔度，就是殊胜还不行，还特别的殊胜，比一般的殊胜还殊胜，特别。好，咱们来读一下整个这一句啊，叫给报南瑞松赞给居猫，给报南瑞松赞给居猫，塞开巴尔度帕巴吉，塞开巴尔度帕巴吉，美貌朗给罗了，美貌朗给罗了，破章强巴民狗领导孤单，破章强巴民狗领导孤单。好，再来一句。米拉日巴传里头的了，是卡尔来切贝，卡尔来切贝，卡尔咱们见过，就是叫城堡、山寨，城堡、山寨。它这个原意是叫官家住处，就是比较修的比较这个像样的豪华的这个房子，就是意思。所以它也不见得是这个城堡山寨，就是指它这就是指房子。是不是那个上师让米拉日巴在那个山上修的房子呀？也不知道是不是了。那个好像都没修完都，好像都没修完就让它拆了。这个反正就是修房子，来就是这个依这件事儿吧做，做。说下边译的，你看他说干修建活，就是干这盖房子的活，被这又成了一个句格，就是由于我做，然后呢后边产生一个结果，就是 cam 它是沁都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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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cam 也是很单纯，就是走廊。它下边有，就是走廊 ，cam 就是走廊，没什么别的意思。这个走廊当然也很复杂了，有一楼的走廊，楼之间的走廊，就是那个连着的廊，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走廊，很简单。它是沁都，就是到边了，彻底的、完全的、彻底的啊。龙就是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基本意思就是站起来，起来，也有这个天亮的意思，就是天起来了，就是天亮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足够，满足，足够。这个地方就是取这个起来的意思，
说走廊也完全的起来了。由于我干这个活，走廊也完全起来了，就是完全盖起来，就是起这个意思。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塔沁，就是到底儿的，就是完全盖完了，就这个意思。读一下啊。卡尔莱切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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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塔沁杜龙，看卡尔沁杜龙，看塔沁杜龙。看卡尔沁杜龙。第三个语法现象是切，就是大再加一个撒，做状语了，就是用大，把它做句格，用大这就做状语了，用大来形容那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修饰形容词词根，其谓之前后均可，就是这个切在这个比较灵活，在前后都行，在那个形容词的前后都行。位于前时表程度的加强，就是如果它在前头表示就是非常，程度这个加强程度；如果位于后，则表示程度过分，不太合适了。就是前边是一般来说是越加强越好，就是是正面的。如果这个切放在后边做补语呢，那就成了这个过分了，就成了这个不合适了，就负面的了。所以有这么个区别。咱们来在具体例子里头呢来体会一下啊，记住这个切的这么一个特殊用法。放在形容词之前是好，放在形容词之后呢就不好了，就过分了。看第一个句子啊，第11个。均给确把切拉的，均给确把切拉的，均给确把切拉的。均给确把切拉的。均是缺点毛病，均是缺点毛病。这个确把呢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这个就是沾染，它下边那个沾染就是它最基本意思。沾染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感染、传染，是指自己啊，自己感染了，比如你感染了这个什么病毒，或者被传染上了什么病，沾染上是自己，沾染上什么毛病，沾染上坏习惯，确把。然后呢，下边说，被坏习惯沾染，或者直接就说沾染恶习，然后后边拉是容易，拉前边加个切就是加强，非常的容易。沾染坏毛病是非常容易，跟咱们汉语里头说那个学好不容易，学坏容易哈。学坏容易，这是人为什么呀？因为人类没多少好东西，除了贪嗔痴没什么好玩意儿，所以学坏很这个叫什么很顺，很这个自然。学好不容易，因为这就是个习气问题。如果你要是一个修行人，像那个唐僧啊什么那些修行人，他多少生修行，他学好容易，学坏难。你要让他去做点坏事去，困难重重。所以这实际上力量是一样的。这个反正有爱也是啊，有种子。对。否则的话，这种现象没道理。是，你看咱们早晨还讨论了半天，说你要是不会偷东西哈，叫你去偷东西去，那很难，那怎么都偷不了。所以这就是个习气，正反的力量实际上是一样的，就看你熏习哪个多。所以我们要多正面的熏习，你就好习惯就养成了。下边，云丹罗巴忒达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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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丹是这个咱们说了是功德本事，本领就是这个能力啊，这个优点都是它。罗巴也是学习本事，忒达民不是那样，不是像前边那么容易。却不如此，你随便怎么翻了。语法意义呢，就是那个切带撒的这个切，如果放在形容词前头，
就是正面加强，容易它就成了非常容易。如果放在形容词后边，就是负面的，就是过分了，就不好了。放在前边好，放边后边不好。当然，这个好是相对而言，像这儿也是不好啊，这是句子意义不好，不是语法意义不好。它就是加强它的。好，咱们来读一下啊。균게 괴바 체라데 균게 괴바 체라데 윤단 로바 대다민 윤단 로바 대다민 下边一句，这一句比较好读，读就跟说汉话似的，读出来就懂了。卡塞底尼，卡塞底尼，嘴食品合起来就是食品。底这个食品呢，俺切给，俺切给，俺是坏，切是太坏了。这个刚才说了，切放在形容词后边啊是负面的，就是不好的，过分了。你就是说你这个饭不好一点吧，就不好一点，你这饭也忒坏了，忒差了啊。这个给是一种转折意，是一种这个强调转折，不是的意思，就是在句子中间啊，就是转折意思。你这就是不但这个什么但是如何啊，有那个意思。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饭啊是忒差了啊。停顿一下，然后后边虾呀虾没呢，虾呀虾没呢，虾是肉，这个肉这个就是一般的肉，是或者，这是跟着一个词，就是肉或者是，然后鸟虾是鱼肉是吧？实际上这就是两种肉，前边那个指的除了鱼之外的，像牛羊肉啊、猪肉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鸟虾就是专指鱼肉。好像咱们汉人也是一说大鱼大肉，谁知道把鱼好像不算到一般肉里头啊。这是肉跟鱼肉。没呢，就是如果没有大鱼大肉的话，米烧，不吃，我不吃。他这一看呢，前边的说这饭忒坏了，这是实际上不符合事实的，是吧？这是他自己太奢侈了啊！没有大鱼大肉他就不吃，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好人的。你看这个话呢很明白，就是说下来就跟那个汉字一个个字说下来一样。学习的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这个切放在形容词后边啊是负面作用，就是忒过分了，过分坏了。好，咱们读一遍啊。卡塞底尼俺切给，卡塞底尼俺切给，虾么呀虾没呢米烧，虾么呀虾没呢米烧。好，学最后一句啊。却米读切呢，却米读切呢，您不好看啊，忒不好看了，您忒难看了。这个话说的，这个呢就是停顿，就是由于你这个忒难看了啊，这个之后后边只是先说原因，然后呢，米马银酿的，米马银酿的，酿就是心想，我心里想啊，米马银不是人，您忒难看了，我还以为不是人了。又停顿一下，然后呢，这比较客气，这肯定是解释事儿了。
说乍乃缺所，乍乃缺所，害怕了之后逃跑了。就是这个乃呢，也表示这个从这个原因，由于害怕的原因，我逃跑了。这你看这个呀，实际上这是那个肯定是被这个难看的人把他追上之后抓住，你跑什么你？这是解释这个，这没办法了，只好解释。所以实话实说您那也忒难看了。你看这个且在那个形容词之后就是过分了，就是你这难看点就难看点吧，你也不能难看成这样。我还以为心想你不是人吧，所以吓得就害怕了，就逃跑了。哎，这是实话实说了。我还以为不是人，翻的也很好啊，害怕的逃跑了。你就记住这个语法现在就记住，切放在形容词之前就跟汉语一样，说是非常的如何如何，放在之后就跟汉语的补语似的，您也难看的过分了点儿，哎，这个忒难看了，这个意思。好，读一下啊。却弥读切乃，却弥读切乃，弥玛音念得，弥玛音念得，乍乃缺所，乍乃缺所。好，不错，咱们来，这个很简单啊，就2页多一点，咱们读一下就结束啊。从第一句叫开那么热人，开那么热人，爱普木热度米读巴迪，爱普木热度米读巴迪，既乃讲其米献给米通娃儿，既乃讲其米献给米通娃儿，国热度多么西，国热度多么西，体内就能得给，体内就能得给，信度年行将百松穷，信度年行将百松穷，可灭考你信度样米读的，可灭考你信度样米读的，可你信度样桑瓦西那，可你信度样桑瓦西那，其他儿可灭考，其他儿可灭考，罗塞热崩开，罗塞热崩开，雨啦南巴尔给了，雨来南巴尔给了，雨来南巴尔给了，坦巴涅瓦尔西瓦拉，坦巴涅瓦尔西瓦拉，戳瓦尔切古卡拉约，戳瓦尔切古卡拉约，我不给囊那，我不给囊那，举独白庸俗康哦，举独白庸俗康哦，来些七八他来讲，开把南米庸俗人，给包南里送赞给最毛，给包南里送赞给最毛，三开把都啪啪叽，三开把都啪啪叽，
美莫啷给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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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张强巴民狗领导孤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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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来切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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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亲都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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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给缺把切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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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丹落把提大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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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塞第二安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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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伢夏梅那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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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米读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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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马银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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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乃缺少，炸乃缺少，炸乃缺少。炸乃缺少。好，正好1小时。